晚上已经9点了，那或许就先来导读。那个比较前贤，你的麦克风没有关起来。好，点师领任组长，各位前贤晚安。晚上轮到或学导读，那我们就先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作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知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无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所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持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僧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心经第2次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作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知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无垢无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所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持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第1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发印证
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增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眼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鞭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义县，缩远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旗连中续，本年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，用经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腿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谁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智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遮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请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字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年风华显神通，得其造起遮日月，头顶身偶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四清诸恶挂甲鞭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两弥勒尊，吾往自念即下生，说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逐念一遍神通大，逐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，枉量邪魔化为尘，修持贼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。余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，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免发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眼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鞭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义县，缩眼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旗连中续，本年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
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腿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谁人胡说法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观大帝慈悲智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智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可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所，入侵之恶挂甲边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良弥勒尊，无往自恋即下生，周虎难免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还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逐念一遍神通大，逐念2遍得超生，逐念3遍神鬼怕，往梁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，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03地，拈发印证考3圣，若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眼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引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延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局连中续，5年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腿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谁人胡说法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观大帝慈悲智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
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福至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年弘法显神通，得其造起遮日月，头顶孙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驻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树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往自令即下生，说服蓝眼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踏女常持念，学神不敢来晋升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黄粱邪魔幻为尘，修持这内寻路径，练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语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每晨回向文。后学已经剖出来了哎，那刚刚我没有看到哎，有吗？现在有吗？我的都没有。哦，所以刚刚都没有看到后学的荧幕。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是停留在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第1页。对，好，那后学重来。好，后学以为有，好，不好意思哦。那请问辉煌领任，我们现在有看到吗？没有，还没出来。网络不顺了，网络不顺了。简单。主持人念就好了。哎，有回向文了。那请问辉煌领任现在这样有吗？有。好，网络不顺了。弟子姓氏姓李，弟子冯辉煌，弟子赵长明，姓氏江美纯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愿上将以上诵经功德德回向于王礼良前贤，回向回于向于王王礼吕梁良前前贤贤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祈祈求诸求诸天天仙仙佛佛菩菩萨，萨，了解犯者以
他所有有情众生了解患了解者患者与与他所他所有有情情众众生，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无形德的大德的恩怨，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令解其冤解冤释释怀，怀，助其减轻病痛，助其病魔减轻病痛，轻病痛，助其减轻病病痛，魔折磨之苦，病魔折磨之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得以早得日以康复，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，不会增长。身心健身康心，健康，不会会增长。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，佛，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生下生弥勒弥勒尊尊佛，佛，南无南无当来下当来下生弥勒生弥勒尊尊佛，南无无当当来下来下生弥勒生弥勒尊尊佛。佛。好，感谢点恩师领任组长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，或学导读到此感恩。感谢辉煌领任导读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简报没有出来，事后学过失，抱歉，祝大家晚安。前贤们晚安，姜老师很优秀，姜老师晚安，领任晚安，前贤们晚安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